乡亲啊，继续要来讲，这个空气的污染是愈来愈严重，但是咱的政府对这种有害的空气中的铺粒仔 PM10，哪像无够重视？讲这种有害的铺粒仔对人体有真大危害，包括讲会互咱的认知来退化，会来增加着鼻腔癌甲淋癌的风险，嘛会互人袂生，互这个新生儿的体重上轻等等。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早起来开记者会，要求政府都要重视这个问题，而且号召民众4月初4行就街头捍卫咱的呼吸权。最近台湾的天顶真正拢像安尼雾空气品质，互人的烦恼。全台湾气价上严重所在，伫高雄的林园。我几乎每天吃药，我今天要来是早上吃了过敏的药，或者我无法讲话，我无法呼吸。明知环境这歹，无能力去改变，这款的声音政府敢无听到？世界卫生组织 PM10年均值是20的情况之下，小于20，它已经有危害了。咱台湾是偌济？咱定的标准是50啊。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开记者会，公布国内外对着气价 PM10 对着人类健康危害研究，发现讲 PM10会提高人体的退化、鼻咽癌、淋癌的风险，佫有可能造成未生甲妇女两周功能的退化，较严重的会去伤到红眼啊。希望能够推动尽速邀请陈其迈市长到市议会做空气污染和公卫健康的专案报告。守护孩童，守护孩童。邀请大家伫4月7日行上街路，希望讲空气污染带给民众的痛苦心声，真正互政府听到。